后来要过年咯，真侪民众会买花来布置，这个鲜艳的百合，甲代表着福气的蝴蝶兰，拢真受欢迎。另外，代表招财佮难扛的银柳，嘛有袂少民众来采买。啊，受到进前风台的影响，今年的花有较贵。五花十秀的花蕊，向侪人去注意。为了过年特别到台北花市业者嘛做好准备。买花唔能看是水品种，意义嘛不加重要。民众买花紧啊紧，摆伫咧厝里，唔能看水嘛添福气。亲像花瓣大蕊，是最清秀的百合，香巴个大方。蝴蝶兰代表福气，陪美来处理。有灯会烧继续菊花，招财金柳，便那伫咧年之下，拢卖个真抢吃。还有一些那个佛鹤也可以，但需求越接近可能越贵，车子也是蛮多的。开不太近了，太急了，所以提前来买。稍微贵一滴滴，但是还可以接受。它贵个1成吧。如果过年时下配合老百花蕊，就愈受到欢迎。不过2024年是连续几个风台影响收成，天气冷季季，嘛互花蕊生长变慢，地数产量减1-2成，继续出现波动。以一批5季的百合来讲，继续伫咧200到500之间。这个百合花我来最便宜有可能100块左右，可是后来它翻到可能300-400块，最贵的时候有到600块，可以接受。那他们还是有这个需求，就算小涨一点，他们还是会买的。对，只是一定销售量一定不可能像往年价格便宜的时候那么好。可能前面会相当不错，可是到后来可能就大家出国玩啊，去哪里玩啊，预估大概会影响到1成左右吧。买花人开始变多，台北花市会24号开始，到过年每迄天12点，虽然刷做108点钟无哩休喘，后面将随时轮到买花整合处理，好厝内变较真有过年味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